台小民甲台湾劳工电线今仔嘛开记者会，表示讲，目前伫学校的劳动教育课程大部分拢是教理论、教法规，还欠缺若伫工课场拄到问题，要安怎处理？所以民间团体是呼吁教育部应该爱伫课程中加入一寡实务的经验。 青少年伫学习以外的时间，为着要趁一寡所费，甚至补贴厝内的经济，定定去做散工。高中3年的陈东二表示，过去有去发传单的经验，不过若是工时减少，薪水有争议，要安怎向雇主提出问题，争取家己的权益？伊认为这部分的知识较欠缺。我以翰林版的高中公民课本为例，像我们在介绍个别劳动权的时候，它其实就只用短短的1页来带过而已，内容其实只有简要的提及工时、休假以及最低工资等等很基本的概念。学生也表示，身躯边有袂少同学，若是拄到权益受损，大部分拢选择偏向网络当做学经验。台湾少年权益甲福利促进联盟和台湾劳工电线拢表示，保障青少年的劳动权益，应该爱对教育现场做起，亲像伫工课场互人诈骗、性骚扰这寡目前正接看到的实际案例，应该爱正式放伫课纲，互学生了解要安怎应对。举例来说，打工诈骗等等这些议题，它都是被列入为补充教材。所以作为高中生、高职生的必修课程，不是变成补充教材。所以无论是将来要入到职场的学生，他都必须要具备相关的一些劳动知识。特别是青年的这个劳动者，他更缺乏相关的经验，他没有办法像有一些求职经验，他可以透过口耳相传或者是朋友的这个介绍，他可以知道下一步怎么走，根本就没有办法让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尊严劳动，他去做一个全方面的这个普及的这个建立。台小明和台湾劳工电线拢强调，政府应该建议劳动教育促进法，保障青少年的劳动安全权益，也呼吁教育部爱调整目前劳动教育的课程，教学生基础劳动的知识，用合实际经验，甲友善职场环境的观念对教育增进。记者梁家嘅谢桂林台北报道。